來繼續來看前總統陳水扁的查囝陳幸妤，一透早是用走的去上班，講有民眾家約要送花，要約伊做伙來翕相，也毋過陳幸妤驚遲到，驚去互患者來抗議，所以用走的走入去診所。啊，爆發到離婚的風波了後，診所是放真濟支持者送來的花，也閣有伊上愛的史努比的翁仔。早安，早安，可以拍照啊。今年在上班，民眾約佇了後壁，想要送陳幸妤花，不過伊行個真緊，就驚上班晚到。病人說我每天都遲到，叫我不要遲。別分辨的風波，診所內底放真濟人送的花，攏是支持者燒天的心意，閣有伊上愛的史努比，名嘴王瑞德嘛來送玫瑰。然後有請我們選一隻史努比娃娃這樣。陳幸妤離婚的消息，互外界唔甘丟丟。小弟陳志忠半暝佇咧編輯拋出兩人囡仔時的相片，講閣在安怎艱難買快樂，全世界敢若因小白，愛姐姐加油半分價錢，徛黃的舊相片，陳幸妤搭陳志忠的肩胛，定着的眼神，就是前回休會做囡仔開始，就攏佇咧打當打。等於9歲，伊就愛。老母斗破，哎呀，老母幫忙穿衫褲。陳水扁當年參加查某囝陳幸妤診所的開幕活動，講到9歲陳幸妤唔若照顧家己，該照顧當時超好受傷的吳淑珍，該也未大漢的陳志忠，姐姐代替媽媽，這第一的感情深，和陳幸妤個性嚴嚴個講起。我要支持台南人的女兒，不要讓她被欺負。2008年捌投訴媒體，寫講閣在無快樂，攏愛勇敢活落去。過去的總統前金，隨囡仔時坎坷的經歷現況，才互真濟人知影講，變甲前金的壓力是偌爾大。